桃园市旧沙区的龙寿工业区附近，昨有发生一件奇怪的命案。有民众看到一个查甫人吊伫咧悬60米的高压电线顶悬，人看起来是已经过身啊。若经过初步调查，这个查甫人呢像是外籍移工，毋过详细原因还搁来调查。桃园市旧山区初六下昼发生一件正离奇的命案，有人看到一个查甫人吊伫咧60公尺悬的高压电线顶头，赶紧报警。他们有那个望远镜，他们把它一放大看，是人。电力公司随派人赶紧断电，要由警察甲消防队进一步调查。警方初步研判，这个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，现场并无发现明显外力介入的情形，将会调监视器进一步查清楚代志发生的经过，也个调查死者的身份。也不因为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咧60公尺悬，差不多20层楼悬，而且天国暗嘛，考虑到人员作业的安全，消防队按算伫咧办事一早起，结果想办法将尸体搬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